哇，看我摇摆的，自己爱的封号啊，我喜欢沐浴天后的。那个时候到现在哈，没有一个人啊打破一个记录，一个人同时可以拍同一支产品拍了6年，拉尼哦，所以我喜欢这个封号。我记得那次我去上一个综艺节目，唱了一首歌，叫做《来自星海的消息》。我的保养秘诀哦，我觉得从内在是最重要的。什么叫做内在？就是从你的饮食开始。我20几岁开始，我就不喝任何的饮料，我只喝白开水，而且是温开水。一定要配温开水。不管再热的天，我都是喝室温的开水，我没有喝冰开水。其实那个对我们身体从内而发出来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